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桃园市国民党籍7连败的议员刘木群，因为贿选案被判当选无效确定，依法又要向列入到10大庆吉要犯的落选头段树文补议员的亏。段树文早年误入基督，卡到台人抢劫庆袍的案件，嘛要向解散力道来管辖，互警政署列为10大庆吉的要犯。出狱了后，投身社会公益。2018年参选桃园市北地区的议员，同款是北地出身的桃园市长郑文灿甲徛台，讲伊是浪子回头的典范。段树文虽然摕到1万外票，也是输刘木群1000外票，将做落选头。段树文落选等1年外，总算等到做议员的机会。伊讲这等待是天公伯啊，予伊的磨练。伊讲伊会秉持竞选的承诺，继续来服务地方甲选民。